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“一样米是百样人”。这个俗谚的意思就是，伫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就算是坐伫同一块饭桌的一个伙仔，嘛是安尼生。有的人介意户外的运动，嘛有真侪人介意居伫厝呢。有的人天生就是歌手，毋过有人毋管安怎练，嘛是会唱走音。嘛，就是因为趣味甲会晓的拢无共，咱袂当用同一个标准来看待甲比较，嘛袂当因为有较高的专长，就看轻别人。以上感谢收听。